咱即届吼，咱安中路一段遮诶水沟，啊，甲东安路即个涵箱拢做好啊吼，啊，所以即边落大雨，会使讲拢改善。较早即个安中河吼，啊，已经甲即安中河即个名已经除掉啊，对啦吼。啊，因为咱的水沟已经拢做好啊吼，啊，所以即边大运输吼袂歹，即届遮水沟就东安路甲安中路，遮厝哦反应诚好啦，拢无积水啦。即马目前咱红里兼梅花里这边即个安中路吼，即马有做即个抽水站，啊，搁有即个排水沟涵箱吼，有改善着咱即个安中河以前安中河的知名啦。啊，袂歹，排水下水功能拢做好，啊，都有伫即个安中路口有设一个水利局，有设一个即个临时的抽水站，啊，其实效果吼是真正吼是一定的，所以即届的水灾无即个水灾啊，啊，嘛当摆脱即个安中河之名啊。我们在107年跟106年，大概有透过一些应急措施，帮我们设置的一些的应急式的一些抽水机组，好啊，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些防水闸门，避免海尾寮排水这边的水回灌，好，在我们的这个海边路相关的水箱啊，可是这样的部分呢，这应急工程呢，毕竟还是可以看到我们安中路上面的积水问题发生。那因此呢，我们透过营建署的一个经费哈，总共再加上是否自筹，总共是6100万元。那我们改善了这个整个同安路，大概有808米的一个水下水道，好，那这个部分改善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那个0731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这边在安中路上面的积水问题，目前大概的淹水的状况有做大幅的改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及同安路口一带地势低洼，如果发生瞬间强降雨，不容易排除，路口往往积水难退。针对这样的情况，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在安南区办理多项水利工程，包括新设箱涵、抽水站、巷弄内侧沟等。在今年0731的好雨发挥了功效，让居民肯定市府团队的努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来安南区看到同安路排水箱涵的一个整建工程事实上这个工程已经在110年6月已经完成，而且经过初步的考验，通过考验，就是今年的大雨没有让安中路能够变得安中和那这个坦白讲，安中和希望我们希望成为历史名词，但坦白讲，今年的这个部分，这个同安路的箱涵不但保护了同安路，也保护了安中路。我们希望说能够这个再做一些周延性的、扩张性的这个规划，那想办法，不管是应急的措施也好，或者是这个比较永久性的措施也好，能够再提高安南区尤其是安中路、同安路周边区域的一个保护标准。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8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灿数风台已经增强为中度风台。气象局预估对南台湾的威胁升悬，所以市长黄伟哲提早伫灾害应变中心举行风台警备会议。市长表示，不管是应急或者是地表的措施，各局处拢爱赶紧处理，千万唔通让民众受到淹水的痛苦。根据中央气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灿数风台已经增强为中度，一步一步接近台湾南部海面。所以市长黄伟哲8号中昼率领相关局处长伫灾害应变中心举行风台警备会议。市长表示，千万唔通因为7、8月风台期过后就放松，一定要加强巡视容易积水淹水的所在，传好应急的抽水机等相关作为。由于那个灿数台风快速生成，而且快速增强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因为虽然是9月台，9月台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那我们希望说
大家能平安。而且这次灿树台风，它的情境路线似乎是直扑台湾而来，那所以我们今天先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先把这个防台的措施、因应措施相关的措施先做好，那能够让市民朋友免得到时候又台风来的时候又是周末大家又应变不及，所以我们先来做准备，然后让大家能够尽量能够让市民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市府各局处先动起来，让这个防台准备多一层保护。惠中生态防灾研究中心表示，目前预估该风台拜六礼拜距离南台湾上近，所以民众一定要密切注意变化。同时，市府第一时间卖将停班停课、公车营运以及本色清运等相关的资讯公开予市民清楚。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真侪民众拢期待中秋会当航肉，不过台南市第一时间已经宣布全面禁止大型户外活动，而且因为北部疫情变严重，所以市长再次强调，虽然伫个厝门口、顶仔卡或者是阳台航肉无禁止，不过嘛无鼓励，希望大家用火锅代替航肉，环保佮健康。随着中秋的脚步愈来愈近，民众嘛期待会当团圆航肉的气氛。不过因为北部疫情高度怀疑是Delta状况，嘛互警戒无排除提升3级。所以上午市长吴伟霆伫惠安宫前接受记者访问，再次强调中秋伫户外大型航肉一定是全面禁止。只是厝门口伫顶仔卡的航肉则无禁止，但是嘛无鼓励态度。中央没有决定这样子的一个提升警戒层级之前，我们是有目前为止2级的这个政策。2级的政策因为离中秋节还有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做决策。那目前为止我们的一个态度跟立场是，户外大型的烤肉。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同意，所以我们禁止户外大型的烤肉。但是如果在家门口、在阳台、在骑楼的烤肉，我们虽不鼓励，但是不会禁止。不鼓励的原因是说我们不会补助经费，不禁止的原因是因为顾及人情之常。那至于参加烤肉的人是亲戚、朋友、家人，这我们也很难去一家一户的这个稽查。所以说，我们能够政策只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在家户、门口、骑楼、阳台的这个烤肉，我们是不鼓励，但是不禁止。那但是基于环保的概念，还是希望说大家以火锅代替烤肉，那这样的话既环保又可以达到家人团圆的这个心意。看来中秋是要烘肉，也是食火锅代替烘肉。现在伫饲料间中上界紧张的，也包括幼稚园以及国小部分的落实防疫工作，加强稽查，而且注意新北市这波感染的疫情，随时调整防疫警戒。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议会临时会上午进行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伫个干部委员会当中，议员提案总共18案，大部分拢是甲道路改善工程相关。另外，伫都市更新部分，有议员认为进度上过慢，所以也为各区的老旧社区大楼都市更新来请命，希望予市民住了更加安心便利。关市合并升格，为加速各地老旧社区大楼进行完善的都市更新，议员王家珍提案，希望市府爱加速办理，予市民会用住得更加安心便利。对此，市府都市发展局长庄德良回应，目前全市的围绕重建有150件，另外伫个自主更新有20多件办理当中。所谓的新营的建物，它的样貌实在是参差不齐。造成了台南到现在6都了，进入第7年尾巴了，我们还是没有一个6都的一个样貌出来，所以我要麻烦都发局这边就所谓的整建老旧的住宅，是不是比较积极一点？譬如说，可以找某一个点先做一个示范。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改善，可是你总是要有一个起头。
所以我要麻烦都发局对这个案子呢审慎的考量，是不是为台南市再次的这个都更的紧密？实际上，台南市的这个都更的部分啊，现在我们大概已经有这个像围绕重建部分，大概已经完成大概150件，而自主更新的部分啊，大概目前大概有20多件在办理中了哈。然后这个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全国比起来，我们台南市的案件量还是全国最高的。这个大概报告一下哈。然后针对这个案部分啊，我们现在有成立一个这个自主都更的这个辅导团，辅导团啊。那所以这个相关的这个社区啊，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我们辅导团大概主动会来进行协助啊。那王委员的这个提案部分会后我大概会把详细的这个辅导办法跟王议座来进行这个说明。另外，在公园步道的修复方面，虽然进前干务委员会会勘，有召集人依照会勘的结果，现场所做的结论，在上市府研议办理的时，特别修改会勘的结论，引发委员会不满。虽然事后干务局长有来解说，不过议员认为。会勘的结论是经过多数人的意见所做的决定，市府不应该随便来更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秋将要来临，华山基金会发起第9届爱老人中秋公益活动。9月8号记者会特别邀请议长郭信良、朱信江、朱成辉、受分这几家等善心代表，做伙去担任一日站长。替华山的长辈分赠中秋节的防疫关怀礼物。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所有的公益团体经费募集状况拢特别辛苦。为了让1300位华山照顾弱势长辈，都会当摕到中秋防疫关怀礼，华山所有的站长用尽方法来推广公益消息。朱成江以及受分这一家知影了后，便号召亲朋好友来斗骹手。协助物质关怀物资，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在了解今年募款的困难后，经主导亲自援手，补助关怀礼欠缺的部分，并担任一日站长，协助整理爱心物资，出钱搁出力，用实际行动帮助着每一位长辈。华山基金会长期对这个长者的弱势的这一款做得非常的棒。那我今天来这边做志工的话，希望唤起大家对这个区块的重视，也希望社会大众不要忘记在过中秋节佳节的时候，这个区块永远的存在。有你的爱心和鼓励，他们会感到很满足，也感到社会的温暖。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来投入这个区块，让这些长者弱势呢感得到社会的温暖。善心团体朱成江、朱成辉以及受分这之家，真欢喜会当参与到这次的爱老人公益计划，也呼吁社会大众做伙来关心弱势长辈。我们看到很多比较弱势的长辈也因为我参加华山基金会的志工的团的行列里面，也跟他们亲自到宅去关怀这些长辈们。那希望说介于这次大家集合大家的力量。准备这些中秋节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长辈手中祝他们中秋节快乐。我们慈善会最主要就是散播爱与善，但是很感谢说我们里面的会员大家这么起心动念的，就是要帮助这些老人，让他们有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华山基金会表示，因为有郭议长以及善心人士的帮忙，今年中秋关怀礼已经全部募集完成。不过，在照顾经费的部分，阁欠缺4成左右。希望会当有更多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行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好，谢谢。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现主时因为3C 影音甲游戏流行，造成学生的文学素养较无亲像以前受到重视。
不过为伫客家区的仔港国小，全校位校长甲老师，拢非常注重囡仔阅读能力，甚至得到今年度的阅读磐石奖。到底因是安怎做的呢？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来到位伫咧客家区的提港国小，伫咧110年度学校用沙漠鱼装漂册芳，提供囡仔爱阅读的主题来得奖。学校透过结合在地特色设计课程，并透过老师上课的过程，带大家来培养学生介意阅读的好习惯。仔港国小呢，这次荣获教育部的阅读磐石奖。我们的主题方案是沙漠鱼装飘书香，提供囡仔爱阅读。我们顾名思义哈，这个就是说，等沙漠鱼装呢，就是一个鱼香。那鱼香飘的不只是鱼香，还有书香。那我们希望建构一个在偏远的一个小校中，学生呢能够透过阅读来翻转他们未来的一个机制。所以呢，我们将我们的阅读扎根在学生的学习当中，让他们呢能够透过学校的校定课程、虱目鱼课程，也就是湿地，还有我们的婆姐文化，还有我们的虱目鱼产业这样子的一个在地文化课程，让孩子能够了解我们在地文化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说阅读呢是所有学科的一切的基础，那因此我们团队呢群策群力。然后呢，规划阅读整个阅读的计划，那包含从爱上阅读，然后喜欢阅读进而能够创意阅读，那也结合很多的社区资源，包含了志工还有基金会，一起努力，共同来推动这个阅读，让我们阅读能够扎根。现在囡仔收集要使用电子产品，为着要打造好的学习环境，校长甲全体老师透过家长的资源。并争取经费来举办阅读的活动，帮助学生来提升看册的兴趣。另外，嘛有老师甲阅读甲艺术的课程做结合，帮助学生用无同的方式来找出爱看册的兴趣。那画图课这个作品呢，主要创作理念是以小孩子的生活经验出发点那希望借由比较平易性趣味性，还有那个节奏性的那个口语化内容能够希望在小朋友在阅读的时候，能够引起他阅读共鸣，让他能够喜欢阅读这样子。那在创作语言上，我采用闽南语的创作，那也希望说能够激发小孩子他对母语的那个学习的动机，那培养他自己的乡土情怀。老师嘛透过不断的进修，让学校的阅读计划会当继续进行来推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刷落来新闻，要带大家去西港区的港东里。前一阵因为疫情的影响，市民学院嘛暂停。9月8号是降级以后第一届正式上课，课程结合在地竞赛，有老师带领长辈时代做伙跳舞。即马就带大家来看卖。8号上午来到西港区港东里的活动中心，由市府甲各区里的所共同推动的市民学院的活动。这摆上课是疫情爆发到降级了的第一摆上课，除了先已有接种过疫苗的长辈先优先报名以外，伫现场若要入去到教室，嘛拢必须要按照防疫规定实施确实的消毒，阁有个人的资料登记。咱台南市政府民政局伫咱的疫情迄个款较缓和的之下，咁对咱伫咱补助咱咱西港区港东里来办这市民学院办这市民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活化咱活动中心啦互咱活动中心有较侪人会当来遮行看看，有咱长辈会当提供个正当休闲的好所在啦咱即届咱港东社区办这办这就是你当日咱长辈啦要办这首创的迄个款的活动嘛就这活动互咱这长辈拢会当动起来啦。授课的老师本身是学校退休的老师，同时嘛是在地的新妇。看到长辈因随着音乐甲老师做伙来运动，画面相当的高水。透过课程，除了互长辈因会当行出厝内活动以外，嘛会当互因对活动中学到无共的新技术。另外，透过当地里长的介绍，嘛互大家对金狮由来有初步的熟悉。这个金狮这金狮是咧听咧讲有300多栋其实安尼传说咧讲较早是讲是伫8份后来伊的仙姑娘妈的蛤蟆将牌去互大水冲歹冲无去，
所以伊的香火就慢慢较凋零，所以就无钱人挂香，所以就甲即个金狮哦，伊遐武器，伊的狮头摕去砍伫个阮屋顶啦，广慈宫的后面。后来传说讲，到暗时啊，拢有听到迄个铃啊声，就是拢有像人咧练武功迄个声。所以长辈就好奇，甲对，发现到遐就停的啊。后来较搁伫迄个所在，发现到即个金狮头，甲迄个武功的迄个质朴，迄个谱就对啊。所以阮这长辈较参整年的时代吼，来讨论，所以较来造成即个金狮阵。在地长辈因嘛非常认同即款的活动，互因会当活到老，学到老。足欢喜的啦，会当来遮迄落上来遮咧运动足欢喜，看到老伴，系啊，看到老伴，大家足欢喜的啦。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关怀绿色世界佛教正心会伫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的联合服务处发送民生物资，互北区的低收入户，希望帮助绿色渡过疫情难关。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真侪绿色社团甲低收入户今年所受的关怀甲物资的帮助大幅度来减少。对此，世界佛教正心会上午透过民意代表甲区公所的帮忙。伫个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的联合服务处，共同来发送民生的物资。今天非常感谢世界佛教振兴会他们的爱心那特别准备了大概有100箱的这个泡面，还有肉松要来送给我们这个弱势的朋友们那因为也有感于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其实很多弱势的朋友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跟困难所以他们特别准备了这些物资。那怡珍也把这些爱心的物资呢分送给我们邻近里的这个低收入户朋友们。那也期待说呢，这些爱心的物资能够陪伴他们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那我想也是一个抛砖引玉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加入爱心的行列，一起来关心所有弱势的朋友。也再一次感谢世界佛教振兴会他们的爱心。我们振兴会其实已经20多年来就一直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特别是在我们总部的那个板桥台北地区，这是我们师父呢恒信嘉措仁波切，因为他一直关怀周边的一些弱势族群还有乡民，不遗余力的这20年来一直在做。那因为我们有在3年前有一部那个行动佛殿在环岛祈福，今年刚好走到台南、高雄，所以说我们借这个因缘呢，也把这个爱心呢普及到我们全台湾的每一个乡镇。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刚好结合我们议员立委这边的议员，还有我们区长也很协助、很支持，所以说我们除了办那个祈福活动，也把这份爱心普及到每一个角落。透过民意代表甲区公所的媒合，即届捐赠的物资包括平安面、甲肉酥，而民意代表服务处嘛特别捐赠翠暗等防疫的物品，予北区邻近8里的低收入户，大约有100户来受惠。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天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9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